物與環境。喺地球上，無論係潮濕嘅熱帶雨林、終年積雪嘅南極、氣候溫和嘅草原地帶，定係乾燥嘅沙漠，都有動物喺呢啲地方上生活。究竟喺唔同環境生活嘅動物，佢哋點樣適應嘅呢？熱帶雨林主要分布喺中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、非洲剛果盆地、南亞等地區。因為接近赤道嘅關係，全年平均氣溫都好高。呢個地區陽光充沛，而且降雨量多，潮濕嘅氣候就好適合植物嘅生長。所以我哋可以喺熱帶雨林裏邊見到種類繁多而又高大嘅植物。呢啲植物同時亦為居住喺呢度嘅動物提供豐富嘅食物。喺熱帶雨林裏邊，動物嘅種類最多亦都係最集中嘅。我哋可以喺呢度見到美洲豹、長臂猿、長尾猴、箭毒蛙、鱷魚、蝴蝶、巨嘴鳥。由於熱帶雨林裏邊嘅樹木長得非常茂盛，生活喺呢度嘅動物，佢哋頭上嘅角就唔能夠好似山羊角咁大，以免阻礙喺叢林裏邊嘅活動。喺濃密嘅森林裏邊，最大嘅食物來源係嚟自樹上嘅果實。呢度嘅動物通常善於攀爬，而且佢哋都有敏銳嘅視力，方便佢哋喺樹之間跳躍嘅時候準確咁樣判斷距離。有啲雄性動物仲擁有鮮豔嘅羽毛或者係斑紋，除咗用嚟吸引異性之外，更加可以阻嚇敵人。沙漠主要喺非洲北部嘅撒哈拉沙漠、中亞嘅戈壁沙漠、澳洲嘅大澳大利亞沙漠等地區。呢啲地區嘅氣候相當乾燥，全年降雨量好少，日夜嘅溫度相差好大。只有少數嘅植物，好似仙人掌咁，能夠喺呢種惡劣嘅環境下生存。正因為沙漠缺乏水源同埋食物，生存喺呢度嘅動物就需要有耐寒耐熱嘅構造，以減少體內嘅水分流失。駱駝係沙漠動物之一，佢以多棘嘅植物同埋乾草為生。佢能夠調節自己嘅體溫，白天嘅時候佢嘅體溫會上升，到咗晚上佢嘅體溫就會下降。小朋友，你知唔知道駱駝背部嘅駝峰儲存咗啲乜嘢呢？駝峰唔係用嚟儲水嘅，佢係用嚟儲存脂肪嘅。當駱駝幾日搵唔到食物嘅時候，佢就要消耗駝峰內嘅脂肪嚟到轉化成能源，維持生命。喺沙漠裏邊，沙鼠同埋野兔行動好敏捷，呢啲係由於沙漠冇高大嘅植物遮住佢哋嘅身體，佢哋要靠快速嘅奔跑嚟到逃避敵人嘅追捕。你哋仔細睇下，野兔嘅耳仔特別大，點解呢？野兔佢透過大耳嘅血管，將體內過熱嘅血液送到皮膚表面散熱，令到體溫維持正常。有啲沙漠動物，例如蜥蜴、龜等等，佢哋喺白天高溫嘅時候會匿喺洞穴裏邊，唔會有任何活動。佢目的係要減少體內嘅水分流失。佢哋只會喺晚間出嚟活動，食啲多汁植物或者係捕食其他動物嚟到獲得水分。草原氣候溫和，有雨季同埋旱季之分。當雨季嚟臨嘅時候，草原就會長滿咗植物；當乾旱季節嚟到嘅時候，植物又會逐漸枯萎。草原係一個天然牧場，棲息咗草食動物同埋以食呢一啲草食動物為生嘅肉食動物。由於草原上可以俾動物隱藏嘅地方唔多，一啲草食動物為咗抵抗肉食動物嘅攻擊，佢哋嘅體型會較為龐大，例如大象。有啲動物四肢靈活，便於奔跑，例如羚羊。有啲細小嘅動物為咗逃避追捕，就會匿喺洞穴裏邊。有啲草原動物，例如斑馬、鴕鳥、羚羊，佢哋習慣群居生活，佢哋嘅數量可以多達數千隻，咁樣就可以阻嚇敵人嘅侵害。
至於獅子、獵豹等呢啲肉食動物，佢哋為咗生存，都具備強而有力嘅後腿，以飛快嘅速度嚟到捕捉動物作為食物。極地包括南極同埋北極，氣候非常寒冷，全年都係冰天雪地。喺呢一種惡劣嘅環境之下，植物都唔能夠生長，所以喺極地生存嘅動物都係以食魚同埋其他動物為生。我哋認識嘅極地動物，例如企鵝、北極熊、海象、海豹、馴鹿等，佢哋嘅身體都有特別嘅構造嚟到適應全年冰封嘅生活環境。海豹同企鵝都有豐富嘅皮毛嚟到保持體溫，同時又可以吸收太陽嘅熱能。馴鹿足部嘅溫度比身體上任何一個部位都要低，咁樣喺行走嘅時候就唔會消耗身體上嘅熱能。